阿嬷，我倒来啊！哦，啊你今仔日哪会遮晚啦？阿嬷，你唔知哦，迄外口雨落偌大呢，规个学校埕拢淹起来啊！安尼哦，嗯，啊人古早话伫咧讲哦，讲哦，唔惊7月半久，上惊5月祭水。啊，这个5月祭前后吼，啊这天气啦、雨水啦，拢会无共款啦，雨水特别高的啦。啊，毋则有一句话讲哦，啊，若无食5月祭粽，迄破油啊就唔甘饱。哦，阿嬷，啊你毋是讲要教我绑肉粽？对啊，阿嬷伫咧准备啊，你无看？啊，可是吼，咱今仔日吼要绑是客人粽。客人粽，对啊，啊有啥物无共？迄无共咯，迄客人哦，都是足勤俭的吼。啊，白肉粽哦，无啥物高级的，啥物料啦，啥物辣子啦、卵仁啦、干贝啦，伊拢无，伊拢足简单的，就是干那香菇啦、虾皮啊啦、虾仁啦、菜脯安尼尔。啊，毋过吼，即摆食起来阁足好食呢，感觉讲吼无负担啦。因为吼，阿嬷是河洛人，阿公是客人，阿公吼都爱食因故乡的口味啊，所以吼阿嬷都爱学啊，就吼去问阮大家啊，大家啊就教伊的新妇，新妇就阁教伊的新妇，新妇阁教伊的新妇。亲像阿嬷安尼，换阿嬷教你，你着学起来，后摆啊吼，你着包互阿嬷食，知无？好，斟酌看哦。好，阿嬷，咱今仔日要绑偌济肉粽？阿嬷想要加绑一撮呢。人阮阿母讲吼，这吼肉粽无绑就是米，若是绑了就是鸡子，你知无？米绑了哪会变果子？哎呦，毋是啦，迄个咧形容就是讲吼，绑了就敢若鸡子安尼。可比讲恁兜若是伫咧种水果对无？吼，鸡子就是水果啊。恁兜若伫咧种水果，你是毋是收成都会送伊嘛？无人伫咧送米啊，绑起来就甲即个果子共款，就安尼送来送去，有诶袂当绑的啦，也是无通绑的啦，也是无用通绑的啦。咱就吼送几粒互伊食，安尼联络一下感情。古早人无送米。嘿啊。有啊，阿嬷，咱毋是才收到一盒米的礼盒？是啊。即摆咱甲古早拢无共款啊。古早送米吼，就会人就会歹势啊，像讲。你就是艰苦，毋才互你送米，对人失礼，知无？即摆吼，蒜头先欠芳，爱先炒了哦。即个虾仁爱先落去炒互芳。即个小虾仁吼，要浸都爱浸水哦，浸互较软一下。知嘛？虾皮啊，这叫做虾皮啊，看好啊，掺落去炒。胡椒，炒到互伊香味走出来。菜脯量偌炒，这菜脯买回来，你爱食看卖，可比若有较咸的，你就爱小泡水者，互伊退咸一下。食看卖，若是袂咸就毋免。袂咸你就专啊用切的幅度。
脯能参洋哦，菜脯有咸无参，很香。炒到迄个香味炒出来。过来，炒肉。爸，这肉吼是用三层肉才好食，爱切百条，安尼，差不多一碟一块，安尼。嘛是爱放一点仔胡椒吼，同款爱放盐末。放安尼，毋免一下甜甜，放安尼，吼，唔好伤咸。爱蒜头较济，咱若这个肉吼，炒一时啊，再搁放落，伊较袂蒜头较袂焦，较等爱搁炒米。安尼吼，就够香了。爱同款啊。好了。米。这毋是咧煮饭的米哦，这吼，这就是竹米，啊，这竹米吼有分两款，这有分尖竹仔，啊，甲这个圆竹仔，啊，阿嬷今仔日用的是尖竹仔，吼，尖形的竹米就对了吼，啊，这阿嬷今仔日是用五斤米，五斤米。爱倒落来，你啊看，这内底有一点仔水，吼，这就是伊挂米落来的水了，对吼。啊，差不多吼，咱搁爱加一碗水，安尼，一碗水，吼，安尼，吼。爱炒到当时呢，炒到这水无去，炒到这水无去，啊，就好。爱掺一小仔盐，同款像咱咧掺菜安尼，吼，安尼。这水真紧就会死去啊！所以无炒足久诶。袂当炒到足久，毋通炒到安尼黏黏。无水啦。好。来开始吼，这粽叶啊，摕咧吼，一个头啊头对头，头安尼小插，吼小插，吼弯过来，弯过来，手骨压下去，压下去吼，吼安尼，安尼吼来米，吼米，啊只。小虾米，菜脯，猪肉，吼，
搁放一寡米，安尼就好啊，吼，安尼，即马，安尼，手对遮张咧，啊对遮甲离落，吼，啊则拗起来，好无？吼，喙了按吼，喙无按，肉粽就无好食。阿嬷，这肉粽若是俗，是毋是爱先摕来去拜祖先？阮阿母吼讲肉粽吼毋免拜祖先的，阮的方式是无拜啦。伊讲肉粽是活人节，要互活人食的。讲若是拜肉粽吼，会藏粽。藏粽？对啊，什么是藏粽？藏粽你毋知哦？啊藏粽就是有人伫咧形容讲，我看你无路用啦，你一世人吼都安尼藏粽，你裤底啊不是都咧地崩钱。就好食了。